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过去台南市只有市府团队会举办91周年记者会，不过议长郭信良上任以后，包括环境的改造、办电会等亲民的做法，互民众大改观，嘛互议长受到高度的评价。上午议长伫个无分党派议员小挺之下，透过影片向市民交代近一冬来的努力。议长郭信良上任以后，对小小台湾灯会举办开始，议长积极行动力甲效率都备受肯定。伊伫到日本协助行销宣影，进行国民外交、关怀老友等弱势作为，拢互议会市民的作风，甲过去完全无共款。透过影片嘛，以呈现伫市民感情。记者会中，各党派侪议员拢出席，互议长高度评价。不过，议长遗憾的是，民进党团总召顶3长并无出席。我们这一届所有的议员呢，都非常的群策群力，尽心尽力，该尽我们的本分，给所有台南市的市民知道，不分政党都在一起，为整个台南市民的福利在付出，在打拼。那我希望在未来的1年呢，我们会交更好的成绩单给所有台南市的市民。那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呢，也会和所有的员工会更加的群策群力，为这个城市付出。议会本来就是监督为人民税金把关，更需要做市府甲人民的桥梁。立议长郭信良做全民议长的承诺，嘛必须各党派肯定。我们仍然坚定地维持我们民主政治监督制衡的角色，这是我们最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次也受到我们多数的议员的支持，是因为伊足够做啦，首先伊这个代，我感觉做议长做到足辛苦，变成是一个夹心饼。阮要和民进党食饭哦，和国民党食饭完全无可能啦。妄想讲今仔日大家爱坐做伙啦，这届无共个，甲顶届就差安尼啦吼。其实真正的一个典范的议会，它除了第一优先扮演好监督的角色，第二方面还要扮演好人民跟行政部门的沟通的桥梁。其实我们做得很好不管所以但是这个重点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会当讲这个徛伫最高点的保持中立，徛伫最高点的一个议长较早甲即卖有足大的转变，所以咱的议长努力，大家拢看会到，所以值得咱大家甲伊学乐啦吼。会中议长嘛骄傲表示，2月17到29，议会受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国会邀请，将前往参访，嘛成为议会首次的创举。但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发生伫25号10点外永康工厂火警，因为民众质疑消防局抢救不力，指挥官无下令，造成燃烧一案。消防局已经严正澄清，不过因为被燃烧的工厂受灾户也是想袂开，烦恼甲困袂去，下晡向议长郭信良陈情，希望厘清动工的情形，来还原事实。会在东港消防局虽然动员建议小百外人出动各式的消防车42台，不过因为火势真强，一直烧，也影响到附近的厂房无法度收煞，嘛互受灾民众相当想袂开，因为因自头看拍火徛伫布线，佮讲烧袂着，结果嘛是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厂房烧了了，相当悲伤，质疑因心目中的拍火徛伫倒。我真感谢消防人员，因为消防人员在我心目中他是英雄。可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水线不好了，我人可以好好的，还可以走进去厂房里面，毫无损伤的再走出来。我看到他们布好水线，我跟他们说，为什么不喷水呢？布好水线，帮我防止它延伸过来。他说，这里烧不到。然后又说要等指挥官下达命令，就这样子。然后
我就眼睁睁看到我的厂房全部烧光光。会中包括全庭见证火警的验控，新处理里长嘛以相片来质疑火灵车内有水却无拍火。因为阮有怀疑的一点就是讲，你无法度通烧着后壁遮个工厂的时阵，恁员讲迄烧袂着，烧袂着的时阵，等甲有烧到要到的时阵，你水线像安尼牵到遐，阮逐个我对咱的业者当场伫遐拜托，拜托讲恁遮个无爱事先先阮断即个火路，咱的水喷，互伊会散热。所以讲，阮有拜托，无法度，有寡因专业的因素。你若就是讲水上下袂当去救水，伊是安怎佫会当3、4个做伙入去伊个内底，做伙伫遐看伊个工厂，结果水线伫伊个面头前，会当来喷水，阻碍着即个防火的火去倒来，是安怎水无爱喷。消防人员来讲，你放心，遮倒袂着。另外一个甲讲，你倒我啦，你是安怎无爱甲我拍火，甲我救水，水线已经牵来到现场。伊讲只有看无下令，所以就无喷水。白白伫伊面头前，伊袂当倒着来变倒甲工厂无去，心肝会疼甲痛，这啥物人我当去接受。家己议长角度，拄仔第一时间赶到位关心，听出受灾户的心声，随后嘛质疑消防局解讲拍火经过过程，甲受灾户的说明有真大的出入，所以希望消防局会当去重新检讨，嘛互社会做一个公断。电新闻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在地建设公司为了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会当有适合的目镜通挂。今年特别关注627户的目镜，予偏乡的国小学生，希望帮助因维持视力的健康。现在因为3C 产品的发达，所以造成近视的人愈来愈多，年龄也愈来愈低。根据统计，台南市的学生弱视的不良率高达52%。如果是弱势的家庭，可能会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让小朋友无法度配目镜。甚至会影响视力愈来愈歹。对此，台南在地建设公司持续关注目镜予台南的弱势学生，今年也迈入第3年。26号上午举办关键仪式，教育局也送上感谢状，感谢董事长为台南的学生来付出。一个眼镜，我想说实在，如果在一般的正常家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哈。不过真的是在对一些弱势族群一个眼镜可能会影响他的小时候这个学习成长的这个成绩而且甚至影响他以后的人生所以至少这个我是觉得这眼镜没有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应用在以后一世人的这个未来给他一个光明的一个前景了其实公司嘛是。也是说实在没什么，都是本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了以后有机会各种只要是咱这个教育界什么款的这个需求因为较不足我相信阮公司拢会当义不容辞我当多少都可以出一点力一般做公益都喜欢做那个高知名度的大家比较喜欢说我跟谁去做配合的。有人觉得他做这个偏乡，而且又是这么的偏，而且人数又这么的多，听得懂吗？就那么多，他不贵人怎么划得来？我就觉得我也很好奇。那经过跟他配合的时候，我真的感动，因为他是真心的，而且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所以我有一个奇美，就是说，这次永仁建设跟文选局在这次的配眼镜的公益，我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学生以后的未来呢有一个启示，怎么呢？就是能够有他们校长讲的，就是一个感恩跟责任跟荣誉，用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的效应，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成长阶段的时候呢，能够受他的感召，以后他长大的时候，让身心灵他会更健康。这届有200外间的学校受到关注，其中大部分拢是偏乡的学校，高达600多名的学生受惠。会中学生代表也送上卡片，亲自感谢董事长帮助因，也有学生表示，未来如果有能力，也要来帮助弱势。感谢永荣建设免费帮我配眼镜。
我会好好珍惜，更爱护视力，努力读书。以后长大，我也要像永隆建设一样，帮助更多人。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thing in my life。教育局也提醒家长，除了挂目镜减少视力的恶化，上重要的就是让小朋友培养正确的用目睭的习惯。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在2月26号，伫全台湾拢会当看到难得一见的日偏食。教育局特别伫义在国小举办联合观测活动，透过道具，互真侪小朋友第一届看到日偏食，纷纷表示真正是非常的新奇。特殊的天文现象日偏食，过去曾经被古人误以为是天狗食日，实际上是因为月球拄好来到地球甲太阳之间的阴影区所造成。12月26号中到12点39分开始，伫台南地区就会当观测到这种特殊的天文景色。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举办联合观测活动，让全台南市的国小学童做伙来观测太阳的变化。嘉里国小太阳，嘉里国小这边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就国小好，遮住一点点，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来，我们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吗？有。看到什么？黑黑的。你讲一下，你刚刚看到什么？太阳被遮住了。被遮住了。那觉得怎么样？很酷。听到吗？台南市教育局希望透过观测活动，让老师会当为趣味当中，将天文知识传达给小朋友。台南市的天文教育，那我们有非常棒的南宁天文馆，那么还有许多的老师，那么一起在推动。那么的确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12月1号，我们心动时刻，那么制作了全台湾那么唯一一套的一个辅助教材。我想这一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师，那么把天文的知识呢，那么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错过这次观测日偏食的机会，嘛免烦恼。伫明年6月21号，伫全台各地拢会当看到日环食的特殊景色。不过，南营天文馆嘛提醒大众，观测日食活动千万唔通持续看上久的时间，而且佫需要搭配特殊目镜，也则是道具，避免造成视力永久的伤害。台南新闻张卫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呆男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咸水的华莱糖厂，伫个去年规划成影视基地以后，第一期的工程配合公共电视的年度大戏《傀儡花》所打造的19世纪的场景，大部分拢已经完成，开始拍片。26号下晡，市长黄伟哲甲公共电视董事长陈玉秀也全拢视察。
这嘛是这个所在第一届对外公开。位伫咸水的华内糖厂闲置了10几冬，为了活化再利用，伫2018年文化部长戴立军宣布，将要转型作为影视基地。现在基地第一期的工程大部分都已经完成啊。为了了解整个基地的状况，市长王伟霆26号也特别前往视察。市长强调，这个基地除了会使予拍片的团队更加方便以外，未来也会使带动整个溪北地区的观光发展。他所搭设的这个景做工非常细，那这个如同刚刚陈董事长所提到，这个平常拍片拍完的景就拆了，那也是蛮可惜的。他们公视把这个公网集团把这个景留下来，那对盐水来讲，这个地方的安内糖厂已经说真的已经闲置非常非常多年了。这些年来，台糖要花一些钱来做他们建筑的维护，可是都鲜少人来这边观光，也没有人来这边看。那如果现在有这个景，就变成一个新的景点，我相信对于地方文化观光的带动是很重要。最后一个教育的意义，让我们下一代的子孙或者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这里，除了重建历史现场，缅怀过去的先人他们的一个开疆拓土，或者说经商贸易过去的一个场景之外呢，也可以让他们多了解一些盐水过去的风土人情，还有安内糖厂过去的兴盛时代，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他们拍片的时期，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琢磨。所以就历史、就教育、就文化艺术的层次来讲，这个片场都让台南市盐水加分很多。这个影视基地中央甲地方分别投入了1亿2000万。基地第一期工程也配合公共电视的年度大戏《傀儡花》，打造了19世纪的汉人街仔路。这个基地除了一般路边的画面以外，不管是城门或者是城外的草寮啊，甚至是各种的店面，拢会使来取景。那傀儡花的场景当然是那个时候的台南城哈所以我们把场景搭建起来。以前拍戏就是场景花很多钱，可是拍完以后就要把它拆掉。可是现在台南市政府提供这个场所，可以有各个不同时代的场景。以后人家要拍片，他就不用再重新搭，钱就不会浪费。那同时呢，这个场景未来如果完成的时候，也可以开放观光，让很多人参观台湾不同时代的这个风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也是我们影视界一直期望的哈。请相信大家都一定要看，因为这是台湾第一部就是等于是大合剧历史大戏，它代表着台湾。但是这是起步，以后我们都会继续做下去。除了现在看到的场景以外，未来也将会陆续打造无同的场景，要成为专业团队的好选择。整个基地预计伫2年后正式对外来开放，到时阵也将会成为溪北地区的观光新景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消防局为了确保消防兄弟救灾安全，为1809年开始，连续3档编列预算，采购第2套的消防衫，并且建立消防衫清洗机制。26号，佮率先全国成立消防局救灾装备检测实验室，来确保救灾器材佮消防人员的安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消防人员救灾除了要靠平常时的训练以外，另外一项重点就是要挖靠消防衫等救灾器材。但因为任何器材拢有使用期限，经过经年累月的使用，一定出现消磨。对此，台南市政府为1809年开始，连续3档编列预算采购第2套消防衫，以及建立消防衫除污清洗机制，让消防兄弟伫咧救灾的时阵，更加会当确保安全。过去都必须我的器材的安全以及装备的安全都必须委外来检测。委外来检测，第一个必须假手他人，第二个付费高昂，第三个时程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人家检测多久、排程是如何，这个部分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可以控制的范围。因此，我们就请消防局建立独立的这个检测能量，能够自己能够来检测。那以一套消防衣这个6年的授期要花14000块的这个检测，光是检测的费用，那900套就要花这个将近900套就花将近1000多万了哈。那
那如果说我们再加购第2套的消防衣，那就要花2000万的这个检测设备，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防护衣的检测、面罩的检测，所以说可以说所费不赀。而且我刚刚提到了，这个时程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今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检测设备，而且这个花费在100万以下，那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检测能量，对于我们的设备的安全度、可靠度，以及它的妥善率，以及它的这个及时能够检测，然后这个时间的耗损也是最低。以往消防机关只会当委托外口厂商协助检测消防器材安全，不但了时到工，而且佫会造成装备器材空窗期。但是消防局即马成立了救灾装备检测实验室，大大提升了消防人员救灾安全，嘛会当确保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台南新闻张魏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伫108年推出真侪便民的措施，为了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财税局的便民成果，特别召开年终成果记者会，展现市府做了更加好，市民过了更加好的施政决心。为了让民众会使了解财政税务局伫108年做了甚物款的便民措施，甲财政方面的业绩报告，财税局也特别举办了年终成果记者会。今年除了民众期待的帮我税调降以外，财税局也主动帮助民众节税，甲进行了各地税核数办公以及跨机关的税务处理等便民的措施。台南市政府的财政在合并当下的时候，其实财政非常的困窘，但是经过了历任市长赖清德市长还有我们市长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到了今年的成绩就非常亮眼。我们在全国的经过一些杂志的排行的一个评比，我们是全国第1。那在财政部的评比，我们也是在债务管理方面得到优等。那再来的话，一些主动为民提供的服务措施，民众很容易在自用住宅那边他会漏申请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一旦漏申请的话，今年的税就会比原来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的税差了将近4倍，所以为了让民众能够尽量不要忘记我们会不断的提醒。那今年更是主动调档出来提醒大家，那成功的让41%的人能够再重新真的跑来我们这边再来申请，那就可以让他们税负降低了。那最后就是我们行动支付我们现在很希望说大家在行动支付上能够尽量的采用。因为毕竟一个进步的社会如果还一直在用现金的话，那就落伍了。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一个交易便利又安全的一个方法上的话，大家能尽量采用。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针对未来的规划，局长也表示，伫区段征收甲囤房税的部分，拢是努力的目标之一。那个税务的部分，尤其是税收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税收在去年因为房屋税轻税，在今年因为房屋税轻税实施的结果下的话，明年税收会大幅短少，将近20亿左右。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要透过更多的开源跟节流的方式来处理台南市民所需要的一些建设的财源那这个财源的挹注呢，在开源的部分，我们希望说尽量多做一些引进民间资金来做一些公共建设，也就是所谓的促产业务。那另外就是在土地开发的部分，我们希望说在提升整个公共建设或者是公共设施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让区段征收跟市地重划的这个业务能够做得更好，然后来让整个台南市的经济能够更繁荣，然后政府就可以增加税收。那至于另外未来在囤房税的这件事情上的话，其实市府也一直有在努力，在继续了解民意，然后提出我们自己囤房税的税制。好，谢谢。财税局也是以着市场的口号，做了更较好，过了更较好为目标，期待透过便民措施甲债务的管理等，让台南的财政甲建设更加完善。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17度到26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
感谢你收看12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